一年一度的沙巴鱼季节过来咯，台南是沙巴鱼的故乡，为鱼皮、鱼肉、鱼肚到鱼肠，拢会当摕来料理，用蒸的、煮的、炒的，也是用煎的，拢非常的美味。台南市府今年继续甲两大通路合作，要将优质的沙巴鱼行销全国，期盼这一步帮助渔民增加收入。有人说年初已经虱目鱼1斤已经卖到这个70多块了哈，一个虱目鱼肚已经将近上百块了，你还要行销？我告诉你，让农民多赚一点有什么不好？所以我希望说，大家千万要知道虱目鱼的好吃。今天很高兴市政府办理这样一个活动，结合我们的通路业者，就是让我们全国的消费者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大型的超市或者是相关的连锁这些通路业者，都能够买到我们台南的好虱目鱼。业者这次特别精选台南生态优质沙巴鱼，专程冷链直送，保持食材青度，将营养丰富的沙巴鱼，伫全台将近1200间门市做贩售，同时推出无饲的沙巴鱼肚，甲冷冻的沙巴鱼肚糜，方便消费者家己来煮。全年我们也很努力在推这个虱目鱼的料理，所以我们的店都有这个虱目鱼料理的食谱卡。所以消费者只要照着食谱卡把鱼拿回去，照着食谱卡的这个料理方式其实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虱目鱼料理。为8月11号开始，也会进行一系列促销活动，沙巴鱼一尾优惠到109块，也会当抽台南知名酒店的大房券，好康是非常的多。业者预计，这档沙巴鱼季将创下2500万的销售业绩。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。